桑桑，我这张脸啊老了10岁。娘娘，您不用担心，人家都说了，这黄瓜片啊最管用啦。唉，遥远的从前，我对我的这张脸也是很在乎的。没了颜值，哪儿来的妞啊？一想到齐胜我就生气，非要把我关在那个破帐篷里那么久。绿丽，你知道我在里面过的那是什么日子吗？娘娘，您是受苦了，不过呀，咱们现在回来了，日子就好过了呀。哪里好过了？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，现在找他理论去。啊，娘娘，娘娘，您的黄瓜片！齐胜，我来了。朕知道了。哈哈，你倒挺会享受的啊！我劝你啊，还是先让这2位美女下去吧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恐怕让外人听见，会有损您的龙颜。不要紧，你说的话，这里除了朕，没有第3个人能听见。那我可说了啊，你把我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关在那个破帐篷里待了那么久，你自己却在这逍遥自在啊！朕在江北时，肩和胳膊都受了伤，这是太医吩咐的，请按摩师为朕按摩康健。要真如你所说是纯洁的关系，那也让这2位按摩师给我服务服务。你啊！这2位师傅的按摩手艺非常高，只可惜他们看不见、听不见，也不会说话。这可惜了这如花的面容了。